長者如果不幸患上退化性眼疾，例如白內障、青光眼、黃斑退化、糖尿病、視網膜病變，視力好大機會出現冇得逆轉嘅損傷。有時就算做手術、食藥都好難醫好。部分情況嚴重嘅患者，視力會變得好差，影響日常正常生活，同時都會拖垮患者嘅心理狀態。瑞士寶醫用光學濾光鏡喺手術同藥物治療之外，提供額外輔助，提升患者嘅視覺功能。醫用光學濾光鏡 MF 系列有多款顏色選擇，可以針對唔同光譜做過濾，應對各種眼睛健康問題。濾鏡選用特製鋁色物料，透過精密工藝嚴格生產製作。鏡片出廠前必須通過光譜穿透測試，確保品質達標。驗配流程簡介：想揀啱合適嘅顏色同型號，配合唔同低視力患者需要，要經過一整套完整流程。一、了解患者嘅病情，最佳矯正視力同日常視力需要。二、做基礎視力檢查同眼睛健康評估。三、測試對比靈敏度，由淺到深對比色調，測試唔同濾鏡對改善對比靈敏度嘅效果，從而揾出最適合嘅光譜範圍。再安排其他進階視力檢查，包括圓光敏感測試、光譜適應測試。確定目標濾鏡顏色之後，就會安排室內實時佩戴。靜態方面，會用閱讀卡評估患者睇字流暢度。動態方面，觀察患者行走時分辨陰影、樓梯、台階嘅能力。驗配之後，需要定期覆診跟進，檢查會唔會出現頭痛、視覺適應不良等副作用。定期重複對比靈敏度測試，對比基線數據，確保濾鏡效能。如果日後患者眼疾轉變，例如黃斑病變惡化，隨時需要更換濾鏡顏色或者透光率。若果視力持續變差，可能需要搭配其他輔助工具，例如濾鏡加放大鏡，就需要一併測試光線兼容度。一定要跟足專業驗配人員嘅使用指引，定時覆診，先可以長久保障視功能同眼睛健康。瑞士寶醫用光學濾光鏡融入生活，守護你視力。